赵县主呢？我让你们跑5公里，跑了吗？报告，跑了。你呢？报告，连长说跑10公里，我们恨不得跑20公里。哟，挺积极哈。行，县主，这，你们啊聊5分钟啊。谢谢连长。你一会儿跑20公里啊。你笑啥？你跑10公里。哎，好人下厨，当当哎呀，当当，哎呀，你终于回来了，瘦了。哎，县主啊，怎么回来的？我坐火车回来的。哎，我给你那个。哎，没带什么行李吗？啊？哎呀，我真的给忘了，梦梦，对不起啊。哎，我就让你办这点事儿，你看，真的对不起。要不这样，梦梦，我把钱转给你，你自己买好不好？哎，你这说，哎呀，瞧你这话说的，人家瞎说这肯定是有特殊情况的嘛，啊，忘了就忘了，是吧？哎，小周，我知道我那个单子确实是有点多，你是不是买完之后弄了一包裹给寄过来呀？哇，那真的是希望是这样，但是真的不是，我真的忘了。你们听我说，中间出了点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我又不好跟你们说。这样，我既然答应你们了，你们把账户给我，我把钱转给你们，行不行？行。哎，什么行什么呀？这转钱多俗啊！哎，小主，你去青岛好几天，你就不能把琴给我带回来啊？你太不把兄弟当回事了，你是不是去找梁诺了？对呀，哎呀，梦梦说的对呀，你肯定是去找梁洛去了。我是去找他了，但是我没找着。没找着。哎，你说这咸鱼啊，怎么又香又臭？欧阳，你也尝尝这咸鱼，臭吗？不臭啊，咸鱼都这味儿。你说，哎，臭，就他那鞋里那味儿。什么我的鞋？明明你的鞋，给你。味道怎么样？哎，你们说这司务长是有多偏心？有这么多好吃的，平时都不拿出来。今儿什么日子啊？今天今儿礼拜1吧。我去给你们多拿几个鸡蛋啊！啊，行，回去。哎，那是我来俩啊，俩。同志们，利用早餐时间啊，我简单说2句。今天早上大家也都发现了，桌子上多了一道菜——油煎咸鱼，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吃。好不好吃？好吃。也感谢司务长啊，这是咱们一位战士的父亲亲手做好，委托人送到咱们部队上来的。这父亲还说啊，嗨，我就不说了，来看大屏幕。看看这父亲是怎么说的吧。孩子们好，战友们好，领导们好，我叫欧阳华，是欧阳俊的父亲。想想俊当兵已经1年了，这1年呢，我也忙，也没抽空去看他。这不今天正好碰见了咱们部队的领导还有战友，就顺便呢，让他们给你们带些咸鱼干。
你们尝尝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们觉得好吃啊，我还给你们寄。但愿这份家乡的美食能够温暖你们的胃，也温暖你们的心啊。下桌。哎，小主，我来解决。吃饭。吃饭。王俊，王俊，你听我给你解释。老远，他们是不是去我家了？你真的误会了，他们在青岛遇到你父亲，纯是偶然，是偶遇。偶遇？他们去青岛，我爸在老家，他们怎么偶遇的？他们是不是去做家访？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王俊，你别激动，事情和你想的真的不一样。你听我说，老远，我就有一点特别想不明白，某些人为什么总喜欢把我扒得赤裸裸的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总喜欢挤我的伤疤给大家看呢？我和我爸怎么样的关系，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儿，关他什么事儿？他算老几呀？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你和你父亲关系不好，所以你父亲在青岛遇到夏哲和连长，他们都很想缓和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我之间关系怎么了？少爷，我们之间关系怎么样，跟他都没有关系的。他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他放这段视频想过我的感受吗？他问过我的感受吗？王俊，你冤枉夏卓了。视频是我放的，和夏卓没有关系。我本来想感动一下你，温暖一下你，是我考虑不周，我给你道歉了，对不起。其实，你这帮同学对你挺好的，可你为什么总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呢？当兵都1年多了，已经是老兵了，生死都经历过了，怎么就捂不热你这颗心呢？为什么不能当朋友？为什么不能当兄弟呢？徐小元，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和他们呀，在学校叫同学，在部队叫战友，我们不是朋友，更不可能是兄弟。站住！既然你不接受他们的帮助，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好意，那你自己想想，你那身军装该怎么收场？你们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了，你父亲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很想帮你，王俊。快点，那么慢。说你着啥急呀？这不是经典。哎，开门！开门！开门！你干嘛呀？开门！开门啊！开门！开门！开门啊！你快点！开门！开门！把门开开！开门！开门啊！小欧阳到了咱们部队，
入伍之后啊，特别要求积极进步，动不动就交一个入党申请书什么脏活累活抢着干啊！更夸张的是，他1个月都差不点交一个入党申请书。你说你当周老师这么多年啊，在部队什么样的兵你没见过？什么积极主动的啊，向组织靠拢的，对吧？可是像小欧阳这么积极主动的，少不少见？少见。对呀，甭管他之前怎么的，工作能力有多强业务素质高，可是他现在是一个兵，他此时此刻就在部队，他作为一个兵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兵肯定有问题。我值班，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咱做的确实欠妥。咱们事先也没有征求这欧阳俊的同意，就把人家父亲这视频给放出来。我知道咱是好意，想感动一下，对吧？温暖一下。我觉得呀，咱们要是把这个视频直接交给欧阳俊，可能更稳妥。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你私下里把视频给他了，他就知道我们肯定见他父亲了啊。那他爸爸肯定把这照片拿出来了，他这事就暴露了，心里面是不是留了一个疙瘩？行，就算我们回来，这事当没发生过，也不提，视频也不给他。他爸那鱼竿谁没吃？那欧阳俊一吃那鱼竿，不知道是他爸的吗？这事不还是暴露了吗？心里面不还是有个疙瘩吗？我认为啊，咱们现在应该解决欧阳俊心里的2个疙瘩。第一个是他跟他父亲的这种关系，这是一个疙瘩；第二个就是他在部队的这种思想、这种状态，这是另外一个疙瘩。这2个疙瘩要是解决不好，这小欧阳在部队啊，怎么当这兵都没有什么前途。不是，别不是，我就认同那句话，思想不积极，当兵有问题。思想长草，发射不保。你别老拽着我这边值班呢。我是觉得你不能太片面。这小欧阳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哎呀，平时表现咱不谈，我刚才不就说了吗？我就这么问你，假如现在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发射任务，你交给他了，他思想现在就是这种波动的情况下，全是杂念，你放心吗？你敢让他发射这导弹吗？报告，进。连长好，指导员好。欧阳俊把自己锁在储藏室里了。在里面呢。欧阳俊，我是指导员，来，把门打开，咱俩聊一聊，好吗？欧阳俊，行，你先回去吧，我来解决。是。你也回去吧，这事交给我，注意影响，别外传。是。欧阳俊，小杨，我特别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欧阳俊，你想一想，你迟早要走出这个门，面对大家，面对这件事情，你也算是个老兵了。这纪律方面的问题，不用我多说了吧？来，把门打开，咱们聊一聊。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一个解决办法。你要相信我和连长，好吗？是，就算是你欺骗了你的父亲，我相信他老人家也一定会理解你、体谅你。毕竟他托连长给你带来了你最喜欢吃的小鱼干，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为了开启你们父子之间的破冰之旅，缓和你们父子的关系。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啊？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现在除了你我、连长和夏卓以外，没人知道这件事儿。咱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关上门来，自己家的事儿自己解决，皆大欢喜，对不对？可是你老把自己躲在这储藏间里边，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是操课期间，其他的不用我多说了吧？啊，人呢？啊，那个躲哪了？哎，王俊，我告诉你啊，你把门给我开开！你要不开开，我就拿钳子把门破进去了啊！哎，你快点，听没听见你？你拦我干嘛？没跟你开玩笑！你干嘛呢你？当小孩呢？我告诉你，这里是部队，部队讲纪律。训练期间你想干什么？把自己锁起来。我命令你，你马上把门给我打开，否则的话，一会儿我拿钳子给你破进去，性质就变了，你听明白了吗？你别拦我！我现在啊，命令你把门打开，我喊3个数啊，1、2。行了，那个，你就当他自己关自己禁闭了啊。哪有那么多禁闭关呢？作训期间，行，那个行了，王王俊，我也不为难你了啊。既然你自己想把自己给关起来，冷静一下，那你就冷静一下。冷静什么冷静？你给我把门开！那个在里边好好待着，什么时候想通了、想明白了，你就出来。但是出来的越早，事情越好解决；那出来的越晚，我和连长都无法预计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这么多，自己想想吧。我是怕他给他关起来，一个人别出点什么事儿。你怎么糊涂了？那里边有监控，让监控室打开里边监控，实时监控，一有什么异常，破门而入。韩旅长，以前只是听说你们270旅是王牌旅，百发百中啊。我以为像270这样的部队都是训练抓得严，没想到你们旅领导班子这么重视官兵的心理建设问题啊。是啊，新时期的兵啊，新时期的带法，新时期的仗，新时期的打法，装备更新快，知识更新快，这脑子啊更得要跟上时代，既战术水平要提高，这心理建设也得要提高。好啊，这个方案我看了，我认为很有针对性。那具体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能给我们配备一个对口的心理医生，阶段性的来驻地负责我们全旅官兵的心理疏导问题。这个呢，我是个门外汉，不懂，只是提个想法。还有就是，这不马上开始秋季征兵了吗？我想这次征兵啊，增加一个考核项目，就是心理考核。我想从源头抓起，确保每一个入伍的新兵，不管是在身体上、心理上，都是健康的。没问题。哎，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年轻有为啊。黄文，报告，请进。好，先这样。首长好。你是？火箭军总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黄文。哦，你是院长推荐的心理专家。你好，你好，我是阿雷。不是什么专家，您千万别客气。行，我这个人呢也不爱客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武装部的同事，那位是梁老师。你好，快请坐。你好。都停一下，咱们一起开个小会。是这样，黄军医，我们270旅呢这次来青岛征兵，就是想多要一些大学生士兵，这文化底子高，脑子灵活，便于掌握专业技能的。这几年啊，虽然征兵不是问题，学历也不是问题，可是这心理问题呢，反而越发凸显出来。所以我想麻烦黄军医为我们这次征兵啊，好好把心理关，最好能出一道测试题，咱们有个评判依据，也好供我们筛选。你看可以吗？
这是个好想法，我一定全力配合。这几年，随着军队的改革转型，现代信息化战争的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军人，尤其是火箭军官兵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入伍看身体、看学历，现在也要看心理。我现在博士在读，课题的主攻方向就是军人集体心理学和高科技战争下的军人心理学。我想，咱们这次的合作不仅仅是我帮你们把关，也是为我的课题收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那就太好了。是这样，我准备通知所有通过体检的人来参加一次心理测试。那里是人员资料，你看一下。谢谢。报告，请进。首长您好，我是欧阳俊，有事吗？我能跟您单独聊聊吗？哦，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行，首长，我想问您一下，大学生入伍当兵提干是这几个条件吗？没错，就这几条，都满足了就能提干。谢谢。等你等一下，你当兵就是为了提干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没别的？也有，但不想说行吗？行，值守，欧阳俊。好，我记着你了。欧阳俊，啊。帅不帅不？哎，别帅了，你快过来，宝妈，锅好了，快吃口，慢点啊，慢点儿，慢你，别玩了，踏实吃吧。当当，怎么样？老三，都过了。哎，你不扛枪，我不扛枪。哎，别唱了，别唱，别唱，谁来包围？你啥意思啊？咱们仨过了。他呢？没过。哎呀，没过就没过嘛。正好咱们仨当兵，一块儿有个伴儿，是不是？他要过了，那不行，部队里再给他搭个帐篷。人家就是知道他要搭帐篷，所以没让他过。肯定的。哎，康康康康，啥时候回来的？他在你们这不知道呀？不知道啊。哎呀，完了！欧阳俊最后一线希望也没了，拿不了学位，又当不了兵，提不了干。哎，行了，你就别操那份闲心了啊！他测试没通过，说明那测试挺准的，测出他来动机不纯。一个寝室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啊！哎，你说他会不会找那心理医生去拼命去了？黄俊义，欧阳俊，我就想问问，我哪儿不合格？咱们去办公室聊吧。我不是你的病人，就在这儿吧。测试的题目是我从题库里选出来的，评定和打分都是由系统完成的。然后你们就给我判了死刑，对吗？这样，你要是不想去办公室聊，那咱们换个地方，喝杯咖啡。我就想知道，我还差几分？这个没有分数。换句话来说，心理测试没有标准答案，系统会根据被测试者的全部答案，做出一个心理评估，而这个评估的答案没有对与错，只有合不合适。我想，我应该说明白了。
再见。小伙子，别喝了，时候不早了。有什么烦心事儿，喝酒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伤身体。回去吧，啊！回去？回哪儿去？家、宿舍。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也不用养家糊口的，有什么烦心事儿？回去吧，啊！老板，我回不去，他们不懂我。天儿不早了，我要收摊了。我给你钱。你给我钱，我走不了了，我。都跟我作对啊！来，你别喝了，你起来，来，你起来。我跟你说，哎，你想打人呢？你想打人啊？哎，干嘛？干嘛打人呢你？干嘛？哎，老板，你谁呀你？这是我同学，不好意思。这你同学啊？怎么喝点酒这样呢？老板，我先把单买了，你看这钱够吗？够。你赶紧让他走。哎啊，我这马上要收了啊。不好意思啊，老板，谢谢啊。欧阳，走吧，啊，走。走，我不让你快。走。喝这么多呀？我走也得带着你走呀！来吧！哎呀！你们是？我是夏卓。坐吧。哎呀，还是这儿舒服啊，花花草草的，还可以上网。为欧阳俊的事来的吧？不好，心理医生就是心理医生，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综合评估不太理想，很抱歉。这就淘汰了。王医生，我是学计算机的，我能看看你们评估系统的代码吗？你说什么？是这样，我认为是机器就一定会犯错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程序一定要升级的原因。欧阳俊的性格是有那么一点点孤僻，但是还没有到没有办法当兵的地步，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你们的系统评估的判定程序出现了问题。
心理医生只负责1对1的心理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同学有问题，那你可以让他没有问题，是你们的程序有问题。何以见得？欧阳俊，学习成绩好，身体素质好，头脑冷静，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连网吧都不去。他就是喜欢安静，不喜欢一堆人吵吵闹闹的，这没有错，每个人都不是一样的。夏卓同学，这里是诊室。如果你自己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咱们今天的对话就到此结束吧。我后面还预约了其他病人呢。你不用等了，后面2个号都是我同学挂的，不信你自己去看。小心点！哎，聊挺好啊。夏卓同学，如果你对结果持有异议，你可以通过学校的武装部逐级上报，我们会根据学校的意见，看是否还需要再安排一次测试。但是你这样做很幼稚，你不觉得吗？你走吧，不送。方医生，你们扼杀的不是一个大学生士兵，你们扼杀的是一个一心想上进的人的前程。一个人的前程，就因为一台机器、一个评估系统就给判定了，太悲哀了。我相信科学，我更相信我的眼睛。需要帮你叫保安吗？不麻烦了。下午3点钟去参加心理测试补测，黄文医生会等你。买了大餐，别忘了吃。黄军医你好，我有一名战友，入伍之前我们是大学同学，那个时候我们宿舍4个人，他跟我们仨的关系从来都是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他就像一个大冰块，你永远融化不了他，也永远接近不了他。后来我们一起当了兵，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甚至那种生死离别的瞬间，我们都共同经历过。可每次我都发现，他对你能够敞开心扉的时间，只有短短的那生死一瞬间，而那个事情过去以后，他就又把自己给包裹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是同学吧。我特别想帮他，我特别希望他走出自己的阴霾，走出包裹着自己的那个套子，做一个真正阳光快乐的人。这一次我回学校，偶然之间遇见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给了我一张照片，
说他的儿子已经提干。那张照片上，他清清楚楚地穿着一件少尉的军装。大主，你干嘛呢？你干嘛呢？风风火火的。哎呀，班长正找你呢，你赶紧过去一趟吧。我这正在写东西呢，我马上就写完了。咱们的通风系统坏了，王班长又在3号待机库，现在只能指望你了。你说这是怎么？事情都赶到一块儿去了？快去吧，啊！哎，这电脑就别带了，你赶紧去解决问题。那你帮我把电脑拿回寝室啊？啊，没问题。哎，你不许乱动啊！啊。哎呀，欧阳军啊！哎呀，这我得来2笔。欧阳军，我是你师傅，别人不见我也得看一眼吧。过来。别人信得过信不过，我你总得信得过吧？这就对了，这才是我徒弟。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不都说了吗？他们说是他们说，我单听着。这件事儿我还是得听听你怎么说。为什么呀？你师傅啊是一大粗人，但这点事儿我还是懂的。这历史啊，永远都有2个版本，一个呢是秦始皇写的，一个版本呢是孟姜女写的。秦始皇那版咱就不说了啊，都听过了。我现在想听听孟姜女怎么说。来吧，孟姜女，说说什么情况？师傅，能坐下说吗？坐。师傅，我确确实实借了别人的军装，拍了张照片寄给了我爸。可能在别人眼里，我撒了一个弥天的大谎，是违反了军队的纪律。但在我眼里，我觉得我考上军校、提干，那都是理所应当的，早晚的事儿。我只是提前通知他而已。我听明白了，这件事大概跟刷信用卡是一个性质。师傅，您就别挤兑我了。我来当兵之前，在学校因为作弊，很可能拿不到学士学位证。我爸知道以后，坐着火车把我叫到旅馆里。如果不是我反抗，那天他一定会打死我。自从他和我妈离婚之后，在我上大学之前，他每天都打我，每天都打。每次打我都下死手。每次打完我都会告诉我打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是为了让你进步。我打你是为了让你令我骄傲。我真的想不明白，他
他这么想让我光宗耀祖，这么想让他脸上有面子，这么想出去跟人说我儿子如何如何如何，他为什么要下死手呢？他就不能跟我说吗？我能听得懂吗？所以你就想证明给他看，你证明给他看，你进步的非常快，短短1年当中被破格提干，你想让他看得起你，对吧？我不是为了看得起我，他看得起我，看不起我真的不重要，我只是想堵住他的嘴。我问你啊，你跟你爸爸借照片这个事儿，除了你和你爸知道，还有谁知道？师傅，本来就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本来我是想考上军校，提了干，名正言顺的回家跟他谈一次的。我就想穿着这身军装，带着军衔，我告诉他，爸，我欧阳俊现在是火箭军的一名军官了，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不能再打我了。可是现在呢，夏州和连长都知道了。哦对，指导员也知道了。我估计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连长跟指导员单独把我叫过去，说的这个事儿，除了刚刚你说的这几个人，现在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咱们这么着，咱们能不能这样理解？你给你爸爸寄了一张假军官照片，对吧？连长和夏卓是在你爸爸那儿看到你爸爸手里拿了一张你穿军装的照片，对吧？那你告诉我，谁能证明这张照片是你寄的？我再重复一遍啊，在这个事件当中，除了你爸爸能证明这张照片是你寄的，还有谁能证明这张照片是你寄的？没有吧？既然没有，那我就完全可以说这张照片是你爸爸自己 P 的，对吗？是吧？不对，我已经撒了一个谎了，我知道。我再撒一个谎，这事儿越闹越大，这道理我懂了。行，欧阳军，够爷们儿！我就是试探试探你，敢做敢当，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不就寄这张照片吗？你小子跟我说实话，寄这张照片的时候，想没想过要跟你爸爸恢复关系啊？这就对了嘛，血浓于水，说破大天，他永远是你爹，你永远是他儿子，无非就是亲爹打亲儿子手重了一点儿，将来他会找机会跟你承认错误。既然你寄这张照片是为了想跟你父亲缓和一下关系，那我想咱们连里就冲你这个态度，冲你的出发点，还有你平时在部队里的优异表现，谁愿意把这个事情搞得满城风雨啊？现在就需要你拿一个态度。什么态度？什么态度？从这儿走出去，就从这儿走出去，找连长指导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处理好啊。家务事儿就是家务事儿，拍这张假军装照片这个事儿是严重点儿，出没出？出了就得认，敢做敢当，这才叫爷们儿呢，对吗？对，您说的对，那我听您的。起立。
就是嘛，爷们儿嘛，谁还没吹过牛？我跟你说啊，你师傅当年吹那个牛啊，找天，我好好的给你重复一遍。就你这点事儿，跟我的事儿比起来，那都不叫事儿。师傅，您别逗我了，您在我心里是刚正不阿的人，您爱吹过牛呢。我跟我爸爸说，我管着全旅的导弹，我比旅长都大。哼，行了，爷们儿，先吃饭。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是。哎，小主啊，通风系统搞定了？应该差不多，到时候王班长回来再看看就行。要不说还靠你吗？啊！哎，小主啊，我这一直在嘀咕，说你现在账上到底有多少钱？你不都知道吗？我知道啥？我知道。那我哪知道你花了多少，留了多少？我1分钱都没花，还是600万。啊，没花呀，600万。哎，我算一下多少个零啊？10、百、千、万、10万、100万。啊，一般来讲前面还得缀几个是吧？个、10、百、千、万、10万、100万，9个零。9个零。我这么多钱呢！哎，夏主任，我就不要求你转给我什么了啊！你这样，你回头啊，就当我迷失彷徨，哎，看不见前途，看不见未来的光明的时候，你就把这几个零儿都亮出来给我看看啊！我一定会特别振奋的。看你这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怎么就没见过世面？我是没见过钱。哎，好吧？听说欧阳俊的事儿了吗？听说没？不就是拍了张假的精装照片给他爸发过去了吗？你说这人可真行啊，也就欺负他老爹不懂。这刚当兵1年就敢说自己是个少尉。哎，我估摸呀，他也就是二位，你们从哪儿听到这件事情的？都知道啊。什么叫都知道啊？这事儿全连都知道啊。下午组织政工学习，强军网上有一篇帖子，说的就是这个事儿。网上啊？对呀，帖子。有一篇给心理医生黄文发的帖子。啊？哇！哎，联邦。你过来。我不。你过来。我不。我不是跟你说了别动我的电脑吗？啊！你非但动了，你还写了，写了你还发了，你回来。你说平时咱们也没什么秘密，完了你这突然一下跟我说你不动你电脑，我这不好奇吗？完了我就再给添了几笔。你补了2句。你补了2句没关系，你发的时候你至少看清楚它是公开还是私密的呀。这事儿确实是怪我们缺心眼儿了。大哥，你平时缺什么都没关系，你在这个事情上面缺，你简直是把我推向了万劫不复。你就别叫我大哥了，你给我整的都无地自容啊！哎，你看看，哎，怎么还置顶了呢？要不咱现在给删了吧？删啊？这都置顶了，去哪儿删啊？不是，夏叔，你先别着急，你这样，你让我想想，只弄条捋一下。哎，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咱就装不知道不就完了吗？
啊，大哥，你真的是天才啊！啊，装作不知道，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呀？啊，你以为大家都会不知道呀？欧阳俊还要知道这件事情，他可以拿刀活剐了你。不是，这怎么还活剐了我呢？哎，你这稿也是你起的，要剐也是咱俩一块儿剐呀。服了你，这件事情我就是躲不过了。还忙着呢。哎，黄建一，明天下午2点的讲座，别忘了。放心吧，记着呢。那我先出去了。好。喂，你好，我是黄文。黄医生，我是夏卓。夏卓，怎么是你啊？我现在用的是军队特批的电话给你打的。我有一件非常着急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别着急，别着急，越急的事越要慢慢说啊。咱们那个强军网上，你不是有一个论坛吗？我呢，把那个关于欧阳俊的一些事情写在这个帖子上发出去了。别着急啊，我看看。你找我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发帖子干嘛呀？总之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总之这个帖子呢发出去以后，他还置顶了。现在啊，整个连的战士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啊，我看见了。哎，你发帖子的时候呢，有2个选项，一个是隐私发送，一个是公开发送。你肯定选的是公开发送。是，黄医生，你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帖子给删掉啊？但是这个帖子我删不掉啊，因为负责置顶的是强军网后台的人管理的，我这儿只能看见和留言。那怎么办呀？这还有别的办法吗？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就去找强军网的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好不好？哎，谢谢你啊，黄医生。等我信息。是，哎，我们啊都明白。这样，您看能不能先把这个帖子给删除了？哎，这毕竟啊是我们战士的这个私生活，哎，其实隐私怕影响。哎，这样呢，然后我们之后再给您补个报告，补个批件，好不好？啊，对，麻烦了，是，行，好，哎，那行，再见啊。哎，再见。哎，别挨了，到底行不行？行是行，人家说了啊，要想删除这个帖子，给当事人提出申请啊，报批插件的。这么麻烦，还得写申请？你以为呢？这是为了维护军网的安全啊！首先，人家给确定这个帖子是你本人写的，你才有资格删除，否则什么人都能删除的话，军网不就乱套了吗？要不是人家黄医生这点权限都不给呢。那连长有没有什么格式之类的东西？赶紧给我纸和笔，我赶紧写了，赶紧删。这件事情要让欧阳俊知道。报告，进。连长，指导员。这儿。怎么着，想通了？能不想通吗？啊，他师傅都亲自出面了。这个老话讲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你看还是有效果的啊。行了，来，别在那杵着了，坐下说吧。来，报告连长，我不做了，我有战士说了。说。我知道我错了，事情因我而起。刚才我也给我爸打电话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不怪连长，也不怪夏卓，要怪就怪我自己的虚荣心吧。啊，这样，小伟啊，来，你先坐，咱坐下说。啊，来，坐吧，来。有个突发情况，跟你说一下。一会儿啊，我把夏卓也叫来。列定。你们俩换岗。指导员，这下一班岗不是他们俩呀？别废话，命令换岗。是。
你们俩上去。是是。王俊，我很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说什么都晚了。这件事儿我们有责任，你们也有责任，但是一定不能在待机库里面动手。这里是待机库，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能一错再错。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王俊，你先冷静一下，给我和连长点时间。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力把这件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在事情没有解决完之前，我有3个要求：第一，不能吵架；第二，不能动手；第三，这本岗4个小时，把你们那点儿想打架的精气神给我耗光了。自行换岗，明白了吗？是是。我现在在东经106，北纬23.5，我终于发现了地雷锋，我找了3天了。哎，你们可以看一眼，这是地雷锋，身体呈棕黑色，身长大概在3到5厘米。这是蜜蜂当中体型最大的。它为什么叫地雷锋呢？因为它飞起来就像轰炸机一样，嗡嗡的声音巨大，而且它有剧毒。如果被它咬了一口，伤口就像被地雷炸开一样，血肉模糊。被咬之后，人会昏厥；如果被咬2、3口，就会有生命危险。我现在要把它抓住。喂，大美女，你回家了？对呀，我回来了。老帅哥，你在哪呢？哈，哎呀，我在祖国的南部，不过你的老帅哥被蛇咬了一口。啊？没事吧？要是严重，还能轮得着我在这给你通电话呀？
你什么情况啊？我呀，一直追踪一只地雷蜂，哎，真让我给找着了。我还没等兴奋呢，一条蛇过来凑热闹，给我脚脖子咬了一口。要不是碰上近身的挑夫啊，你的老帅哥真就挂了。我说夏同学，咱们能不能换一个课题研究啊？啊，你整天让我们提心吊胆的，这可不好。你这次要躺多久啊？我去看看你。哎，不用，你这大忙人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哎，对了，实验室的情况怎么样啊？还能怎么样啊？天天忙呗。哎，对了，我还忘了说呢，下次麻烦你偷摸回家煮海鲜的时候，劳驾您把那些锅都刷干净了再走好吗？好家伙，这进屋把我差点熏出去。煮什么海鲜啊？我没回家呀。怎么可能呢？那锅里没有煮海鲜的汤，还有2个螃蟹钳子。哎，会不会是儿子回来了？那更不可能，他在部队呢。哎，哥，你别挂啊！不会有人偷摸跑到我们家来住了吧？哎，你等等，我走的时候，那沙发我是罩上的。哎，你回去，那沙发是掀开的还是罩上的？说话呀，什么情况？掀开的。快报警！警察同志，真是不好意思，让您白跑一趟。没事，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是我们的责任。您呢，这次协会看监控就好了，不用刺激一下自己了。钱家里装了，太久时间没用，就给忘了。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住，别送了，留不管。慢走啊，谢谢。李女士，您这个物业费……哦，对了，我还没交，给忘了，不好意思。去年的也没交，真是抱歉，我们工作太忙了。这样您先回去，我马上给你送来。好，那我等你啊。再见。抱歉啊，再见。多久没见儿子了？哎，这怎么回事？这个报告，进。连长。哎，正好，来，你过来，你帮我看一眼。这2号机和6号机按理是匹配呢，这怎么就没了呢？这，连长，传控机没开。哦，嗨，怎么样啊？消气了吗？报告连长，没气儿。呀，底气挺足啊，说明还有气儿呢。行了，回去吧。什么时候消气儿了，什么时候再找我啊。服吧。连长，是我做错了，我谁都不怪。我想清楚了，我不应该先指责别人，应该先想想自己。要不是因为我，您和夏卓其实也是为我好。哎，就是因为你啊。报告，我不知道。哎呀，行啊，这番话说的，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这觉悟突然间变这么高了呢？啊？连长，我其实我就是没面子吧？哼，坐吧。是。
小杨啊，其实你心里想的哈，我全懂。这样，连长，我今天就让你找回点面子。你说人这一辈子，甭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咱们部队里，怎么可能背后没有人议论你呢？你说议论咱们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人家心中当中啊有位置。那好了，说怎么才能让别人闭嘴，把那些非议都给他排除掉呢？你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变强，这样该闭嘴的人就闭嘴了，明白吗？是不是高兴了一点？是不是一下子就通了？行，回去结束。OK， 走吧。报告连长，我想换个连队。你说什么？我想退，不，我想暂时退出战日连，去别的连队。暂时退出战日连，去别的连队。你找好下家了吗？没有。没有，你在这说什么？怎么回事啊？啊？刚才聊天不都明白了吗？不都挺开心的、挺通透的吗？怎么这会儿想不明白了？欧阳俊，你别忘了，你进到战日连里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现在说走就要走了，怎么了？就为这点破事儿啊？为这点面子就要走？你看是不是个男子汉？还是不是个爷们儿？连长，我记得咱们单位有一些小散远的地方，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安心备考。备考什么？军校。军校？对。军校？对。备考军校就退出战日连？连长，不是退出，只是暂时戒调。戒调？还不是退出？你想啥呢？欧阳俊，咱们俩之前这段谈话啊，前半段，我认为沟通的特别顺利，彼此之间特别开心。怎么到了下半段谈话，让我这么失望呢？让我对你这么失望呢？我不是对你失望，我是对我自己失望。我眼睛瞎了，挑了什么样的兵进咱们战日连了？想走可以，战日连没有孬兵。报告连长，我不是孬兵。不是吗？不是。不是吗？不是。好，我满足你，啊。快来吧，来，就这儿啊！以前334旅的野外气象站，不算主力，算是预备编制。作训期间呢，就当是这个气象的数据参考了啊。这屋呢放的都是设备，哎呦我的天！哎，来吧，这设备啊，这半年都没人用了，正好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呢，你把它修好了。让它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就行。连长，修电脑没问题啊，但是气象我不懂怎么办？有什么不懂的？这东西没那么复杂。你把这个设备修好了，然后我找人来教你。挺简单的，就是接收数据、监视数据、发送数据，就这么点事儿啊。来，到这边来看看。这个呢就是厨房，昨天刚给你补给完。补给一次1个礼拜，你呢早一次晚一次报个平安就行了。过来，来，
这边是卧室啊，床在这儿呢啊。山里面晚上有点冷，要是冷的话，你就把电暖气打开。嗯。还有事吗？营长，就一个人。啊，就你一个人住？你不是说想找一个地儿静一静吗？啊，看看，还有比这个地儿再静点的吗？营长再见。小阳，如果你要是后悔的话，我不后悔。再见。哥，你这音乐选的不错啊。怎么样？就知道你好奶口。转过来。热没？还好。我怎么有点小兴奋呢？我也是。挺好吃。哎，你这导航对吗？我们觉得你越走越远了呢。放心吧。在实验室啊，你是专家；到了野外，我是专家。你这专家怎么总被蛇咬啊？那是因为专家太多。来吧，专家，点能量。哎，妹妹，你说咱们俩就突然的就杀过去了，咱们儿子那不得乐疯了呀？乐疯？我估计是吓疯吧。什么声音啊？你车怎么了？油门有点软啊。别吓我啊！你出门没检查呀？出门这不好好的吗？这不开了这么远了没事啊？不过这不还能开吗？先坚持吧。啊。哎，连长呢？哎。
报告连长。哎呦，谁呀？哪个臭小子啊？哎呀，连长，你还好吗？不好，我下颌，哎呦。连长，我听说欧阳俊一个人去了气象站，这是对他的处罚吗？那是他个人的意愿啊，连里面呢批准的。连长，说半天了，那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哈？哎，夏卓，我也是刚说服我自己，欧阳俊去气象站那是为了考学，我一想呢，给他找个静的地方好好学一学啊，我就是批准了。这一来呢可以啊把这个军装事件的风波让他远离，让他能够静一静；二来呢，这万一考上了，我这个当连长的脸上有光，对吧？对，有道理。有人吗？有人吗？小心，小心！有人吗？有人吗？哦，解放军同志，汇报，这里是军事禁区，请你们立即离开。啊，解放军同志，是这样，我们呀按着导航走，走到这儿就迷路了。我们车坏了，想在这儿借宿一宿，可以吗？是，这儿温差太大了，而且那车也打不着火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有证件。工作证和身份证，您看看。就借宿一宿，明天一早我们就走。是啊。对不起，你们不能住这里。就一晚上。算了吧，走吧，走吧，人家这有规定。那怎么办呀？就你地址也搞不清楚，你非要来找，你导航也不行了。我哪知道他会坏呀？你这，你不是专家吗？你什么都行吗？我刚才说你走错了，你还强词夺理。我这专家，我又不是修车的专家。你说这小同志也是的，真是不通情理。进去住一下怎么了？人家不是有规定？想办法呀。你找什么？你行吗？我不知道，我得找有没有工具啊什么的。太冷了。没有反应吗？没有。你不会修车还带我到处纳闷儿了，这什么原因呢？你说啊？冻死了。你先上车待着去啊。车里更冷，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呢？我又不是这个专家。打电话。太冷了。我知道你。你好。哦。哎。这是宿舍区，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过夜。中间这个房间你们不能进入。谢谢你，小同志，太感谢了。知道了，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喝点热咖啡啊！来了。谢谢，辛苦你了。来，欧阳，没事。来，趁热。谢谢。哎呀，我们呀总去野外就靠这个提神呢。真香。这次在这儿遇到你啊，真是太巧了。我跟他还说的呢，这次怎么办呀？这荒郊野岭的人都没有，还真没想到这有一个哨所。